你顺服你，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罪人，互犯过失的人通归向你。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免除我的死罪。互我通大声称赞你的拯救。主啊，求你开我的嘴，我要称赞你。你无爱生礼，若爱我欢喜献。我若献烧化祭，你嘛无欢喜。上帝啊，你所爱的祭是痛悔的心灵，忧伤痛悔心，你欢喜接纳。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创造万物的大主宰，你是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伫地独一的上帝。主，阮感谢你，你引带阮主日来到你的圣殿，伫遮，我要用心灵甲诚实同心来敬拜你，领受主你予阮的话，会当加做阮的帮赞，加做阮的祝福。主，阮恳求你帮助阮，即时会当拍开阮的心灵，互你的话进入阮的心内，加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要阮一生拢会当行伫主你为阮有备引带的道路。亲爱的主，今早起，阮要搁再一摆甲你共道，领受主你为阮备办设立的圣餐。主恳求你帮助阮，互阮透过即个圣餐，互阮会当搁再一摆审察阮家己，互阮拢会当做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求你帮助阮。互阮无得甲即世间相款，互阮会当用心智换心来变换家己，互阮也会当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通欢喜、顺转的旨意。亲爱圣神，恳求你教阮三甲之地，保守阮的敬拜对开始到结束。阮安尼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即是要做主日的奉献，请结束。请咱起立念奉献诗。亲爱的主，这是阮大家徛伫你的面前，阮要向你献上阮的感谢。阮感谢主你保守阮、祝福阮，你也赏赐互阮，逐人有好的运势，互阮逐人伫事农工商拢有丰盛的恩典。主，这是阮奉献，要做教会
各项成功的使用，愿主你来祝福阮。我安尼感谢恳求祈祷，靠主圣名，请坐。教会消息报告。本会消息：第一，本主日举行2025年第五次圣餐礼拜，欢迎全体陪餐会员共守圣餐，共沐主恩。第二，本主日下晡3点，伫本会主堂举行田少瑜传道书、洪立牧师甲就任清风教会开拓牧师感恩礼拜。邀请兄弟观礼，同颂主恩。第三，下主日为西屯教会主日，欢迎张银河牧师前来请安报告，敬请兄弟有备心奉献甲代祷。第四，小会公告第一点，定伫11月16日下晡3点到6点举行中级训练会。敬请第23届中级有必参加。第二点，定伫12月7日举行第23届中级就任礼拜。同工第2场、第3场、第4场礼拜要联合聚会，请就任中级有必请正宗出席参加。第五，本会定伫11月23日为2025年感恩节主日，将主办第一感恩见证礼拜，欢迎兄弟见证分享，请伫11月9日以前到办公室报名，并交见证稿。第二，为救恩感恩为救人关怀活动，时间11月30日9点到下晡5点，地点伫教会副堂头前的广场，请观会者带身份证前往排队观会。观会者会当得到一份礼物。观会时段征召服务志工，请小组长也是办公室来报名。具体消息：第一，相助会定伫11月22日拜六举办一日的旅游，地点伫万景医院庭院、贝林古堡、菲尼斯教堂。费用相助会员每人500块，毋是相助会员1650块。请伫本主日前报名截止，请各组的委员报名参加。第二，本会教会献歌队队长甲副队长选举结果如下：队长陈世一，副队长温凤娇。第三，学青牧区定伫11月1日拜六青年礼拜，邀请小金牧师、小金师母前来带领青年祈祷会。这毋是一场专门为少年人开设的祈祷会，是一场来夺回这个世代青少年的祈祷会，邀请兄弟会当做伙来参与，互咱新的一代的领袖会当兴起进入命定的祈祷。第四，合作社有举办社员消费性价利率15万，利息3.6%，以及社员在职军工教警贷款30万，利息3.6%，以及有学贷专案利率利息是0%，有需要的社员会当合作社办公室来洽询办理。告解消息，请陈牧师。高雄中华传道部伫11月29上午8点半到下晡2点有举办中级信徒的训练会。这帮有特别请叶启祥牧师、台北中山教会牧师、
所要分享的主题就是生命转变调稳主，互教会诚做健康传福音的教会。地点伫公山教会，费用200块。若无食中昼顿的吼，就毋免缴吼。教会备办福音车前往，欢迎中集同工兄姐。伫11月16前来办公室报名参加。高中教社部11月15上午10点到12点半。伫咱的教会来举行教会社会同心节美共享的分享会。欢迎兄姐参加，报名费是1人100。要参加的伫11月7、8日进前办公室来报名参加。第三，风剧团伫12月12暗时7点，是12月13拜六下晡3点，暗时7点有演出圣诞快乐、感恩有你的戏剧。地点伫高雄市文化中心。伊的票价300块。咱教会为着要鼓励无道的朋友参加，你若有招一个吼，教会补助票价买一张送一张。以上报告。咱做伙来看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罗马书12章14节到21节。罗马书12章14节到21节。14节，困着恁的，就甲因祝福，就祝福；无得咒诅。甲欢喜的人三甲欢喜，甲啼哭的人三甲啼哭。三款待就同一样的心，心智无得好过，就触足卑微的，无得掠家己做有知识，无得用歹报歹。伫正人的面前，就多无遮的好事。若会得通甲正人和，就尽力甲因和。所疼的兄弟无得家己伸冤，就软气较好，因为有记载讲，主讲伸冤在伫我，我要报应因。若是你的对敌枵，就互伊食；喙焦，就互伊啉。因为惊安尼是将热烈的火炭贴伫伊的头壳顶，无得互歹较赢，就用好较赢歹。以上愿上帝的话祝福咱，赞美，请上联献歌队。
讲到题目是有见证的基督徒生活，请陈牧师。谢谢大家平安。咱今日是圣餐主日，要甲主做到牧师透过罗马书12章7节的圣经，甲咱分享这个题目有见证的基督徒生活。有见证的基督徒生活，就是咱的生活甲毋是基督徒应该有分别，应该无相像，咱才会当伫因的生活中间做出见证。伫圣经内面有足侪教示，其实甲咱日常的生活是有时是那个冲突，那个倒变，但是咱也搁着照上帝话来活。伫马太福音第5章，咱读耶稣的登山宝训迄一段，读到尾会知耶稣甲咱讲，咱毋通甲做歹人做对敌，若有人陷你的正边，你着念倒边活去互神。这就是叫咱免来用好来赢过歹。但其实伫咱现实的生活中间，你就是讲服务中间可能冤家，假使你先生甲太太安尼现一下面的吼，伊敢会活倒面过来互你现？我看是无可能何况一般人更较无可能伊讲若有人告你要爱你的内衫，你连外衫互伊摕歹人要你的内衫，你要搁将外衫互伊这你想一般人敢有可能有人要强迫你行1里路，你就甲伊行2里路你甘愿意安尼做？圣经内面主耶稣的教示是安尼。咱若读《使徒行传》20章35节嘛，安尼讲，迄个好人会比共体哭泣，好人会比共体哭福气。咱一般世间人对一句话，伊敢会相信除了你真正讲愿意拼向家己你愿意牺牲家己，你才有可能讲好人会比共体较有福气。所以有时咱的生活甲一般人生活应该是无足相像的，无足相像。伫拜三的祈祷会迄个田传道伊咧讲，咱着爱看会当尽力来迈向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的生活生命来迈进咱应该着爱不断成长，到伫成熟到伫成功。当然，这个成功毋是迄个世间的财富名利的即款的成功。咱免会当行一个较有见证的基督徒生活咱透过早起即个话甲咱三甲学习3项的功课。头一项就是咱应该学习免来祝福别人的生活，祝福别人，会晓祝福别人头拄读的圣经讲，困着恁的，恁就甲伊祝福只有祝福毋通咒诅，毋通咒诅。路加福音6章270到280嘛讲，独独我甲恁讲，即个听即个道的人，恁的对敌你着听伊，怨有你的你着好款待伊，咒诅恁的你着甲伊祝福，凌辱恁的你着爱为因祈祷。哇，这个标准实在是足悬什么人做会到就是牧师嘛做袂到。兄弟姊妹，但是若有圣神帮助咱咱就做会到咱捌这个真理知影上帝爱咱学习这个真理。咱只有祝福，无得咒诅。咱拄着搁较歹的人咱就是该祝福我拜介牧师娘要去训练水上长老教会参加传道书的训练去到这个新营休息站当然就休困者可能迄车停的所在是有
有较矮，迄两只客较矮。啊，毋知想讲啊，我可能恁遐报的遮客哦，摕起穿者，要伫车顶哦，这冷气吹几路吼，嘛是冷。啊，所以就甲听，因为足蓬松的一领，迄个Uniqlo的真薄的，迄个披风就对啦。啊是讲啊好啊，要甲穿落去。啊，即个衫开门想要甲穿落去，小可看着对隔壁一只面子的吼，啊，我车足水的，要相亲车吼。啊，我嘛毋知内底有人啦，啊，敢若小可甲看着呢啊。哦，毋知讲。我嘛毋知内底有人，迄个人啊，头门教来吼，一个少年人哦，才20几岁吼，看来是安那真斯文，但是咧讲话吼是足凶恶的。我讲啊，较有即款的人啊，拄着即款人啊，这毋是足大的代志呢，小可3岁着尔，安尼吼是要创啥？若一般外口的人吼。可能会记载袂牢，讲啊无你少年人，你是咧大声啥话？你是咧歹啥？含这啊，你安尼遐尼歹安尼啊？上无你嘛看到一个已经白头毛的长辈，你嘛较客气淡薄好无？哦，一般咱你可能安尼想啊。但是咱袂当讲，照一般你讲少年人拄着大概可能伫路的位啊，冤家就是安尼啊。咱嘛着真正甲实咧，无说理哦，真实咧哦。咱着看实在确实，世间人有真侪是真歹、真凶恶，咱爱活出甲伊无共款哦。你若甲伊共款哦，可能就是会发生代志，会冤家。所以咱要过一个较有见证的基督徒的生活，咱着爱记得讲。你的对敌，你着听伊；万运的，你着好款待伊；咒诅的，你着甲伊祝福；凌辱的，你爱为伊祈祷。所以，这个罗马书透过保罗咧讲的，咱这个信仰啊，到底咱的所信的是甚物讲了？毋是干那听着，咱着真正爱去实践出来。所以，咱若读到这个罗马书12章以后，就是咧讲到咱的圣道的生活。所以，伊嘛提醒咱讲，咱着甲欢喜人送甲欢喜，甲爱啼哭人送甲啼哭。啊，通常若别人拄着艰苦咧好，咱嘛会伤心，甲伊共款。但是咱若看到别人发生真好的代志，欢喜的事，咱要甲伊送甲欢喜，有时比要甲伊艰苦较困难呢。嘿，咱可能会嫉妒，咱可能无能甲伊欢喜，所以。这个圣经才讲，咱若甲哀伤人送甲哀伤，甲欢喜的人嘛会当送甲欢喜，这也是非常要紧吼。佮16节到17节讲，恁着爱彼此同心，毋通心智好高，着爱屈家吼，就这个卑鄙人，毋通家己掠做聪明，爱用毋通用歹报歹，正人掠做水的代志、好的代志，咱着爱欢喜去做，所以腓立比2章3节讲，咱着爱心存谦卑，大人看别人比家己较强，所以咱袂当讲我干那我厉害我高，咱点都爱谦卑，爱去学别人，学习别人，这拢是伫咱的生活中间使徒保罗要提醒咱基督徒的生活，咱应该安尼去做，安尼咱伫。世间人的头前，就有一个水的见证。这个1960年代，美国出名的一个黑人的领袖，叫做马丁·路瑟·金金文牧师啊。伊捌讲一句话，讲黑暗无法通赶着黑暗，若有光，这个黑暗就无去；若有光，这个黑暗就无去。同款，这一切会歹，若有好，这歹就无去。这受分无法通赶着受分你看到迄个你无介意的人讲好，是要甲整一个吼，分袂得去要车弄着，还是分袂得去要雷讲着，吼，你安尼袂当解决这个受分。其实有拄着即款的情形，只有就是疼，
会当疼对方，只有疼会当来赶除这个仇恨，会当赢过这个怨恨咱的人啊。咱假使讲伊怨恨咱，咱怨恨伊吼，安尼就怨恨落去吼，迄个带来就是伤害甲毁灭吼。咱也伫厝的内面，这个太太怨恨这个伊的丈夫吼，为着伊的尊严嘛，怨恨伊的婚姻人，这个怨恨拿来哪加天，你甲想迄个结果，你就知一定是行离婚，甚至家庭破碎的命运。但是，假使这个先生也有做感觉，互你真无介意的代志，你若会当用疼甲吞忍来对待我相信这种疼会互伊带来心更较柔软，伊较容易改变。所以咱毋是用报派的方式去互相款待。我伫应该是偌久之前，感觉无偌久啦吼。向一早有一个感动吼，咱定会知是拢咧为着世界祈祷嘛。咱祈祷吼，看到这个以色列甲哈马斯互相攻击较厉害，攻击较久。这个俄罗斯攻击这个乌克兰，攻击较久。看到迄个战争的为民，看到迄个国家受的损害心内实在拢定感觉诚艰苦。真希望讲这个战争赶紧停止，会当赶紧和平。所以我就咧读圣经就写这个底啊，写是圣经啦。圣经讲伊伫今日的世界的药方我就想着讲，伊伫今日世界用，我讲两点，头一项就是讲爱好款待对方啦，爱好款待对方。因为圣经讲，你愿意人安怎款待你，你就安怎款待人。你若对人好，人就对你好；你对人歹，当然人对你歹。免来解决这问题，就是好款待别人。你若当好款待对方对方一定袂可能无感觉，伊就好款待你。第二个就是讲咱爱真正爱有为顶头的来智慧啊，属天的智慧啊。讲恁中间什么人是有智慧、有见识的伊就伫迄个智慧的温柔的顶面来显出伊的好所行。恁心敢若顺着迄个恶毒的嫉妒、纷争当然，这个艰苦就是会存在咱应该就爱谦卑落来咱毋通夸口，咱毋通要来抵挡这个进道，因为只有为顶面来的智慧才会当帮助咱。因为咱是属地、属情欲的、属规模的。什么所在有嫉妒纷争，什么所在就有迄个较了，有遐个歹的代志。独对顶头来智慧，大先是清气，后来是和平、温柔、柔顺、满有怜悯结做好的果子，无偏见，无假好，会让互人和平，就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这就是雅各书咧讲，迄为顶面来的智慧。所以我感觉讲，这世界若无这领袖，咱为祈祷求上帝，互因真正有为顶面来的智慧有真正满有怜悯，无偏见，无假好有迄个和平有清气，知影免互伊所做的代志带来好的结果。这就是咱所面对的这个世界，因为做有足侪歹，咱袂当用歹无歹，只有去祝福伊，只有去为着因祈祷，安尼咱才会当互这个歹离开互这个仇恨来化解虽然真困难，但是当咱欢喜活过圣神帮衬，有为顶面来的智慧，
咱就会当做成这个代志，才会当赢过这个受分，才会当带来幸福。第二样咱爱尽力学习行好的生活。彼得前书3章9节到11节讲，唔通用歹报歹，用礼貌行礼貌，就爱祝福恁为了这个受调，通互恁来承受福气。因为经年安尼记载讲，人若爱生命来享受福气，就爱禁止你的嘴，唔通讲歹话，嘴唇唔通讲诡诈的话，就爱离开歹行好，追求和睦，一心对赶。提摩太前书6章18节嘛咧讲，就爱反复因爱行好，伫好事的顶面来富足，甘心施舍，欢喜攻击人。所以咱袂使用歹报歹，用礼貌行礼貌咱看见人行歹时，咱嘛是同款爱祝福，爱阁有吞忍咱做基督徒就是为了祝福来受好调的人，为了听来受好调的人，好调咱去听人，好调咱去祝福人就算大家拢伫歹中间咱嘛是爱去给祝福，咱永远爱给祝福，只有祝福无得咒诅，因为祝福迄个祝福讲那个有迄个有两支舌啦，祝福有两支舌啦，这个祝福有迄个两支舌啦，你若愈祝福别人，你就会愈受祝福，因为你祝福的人，伊若堪得祝福，这个祝福临到伊。那假使伊袂堪得祝福，这个祝福嘛倒转来你遮，这个祝福有两支舌啦，毋若要去飞去别人，嘛会飞来你家己，所以咱应该着爱祝福别人，搁着爱常常行好，常常行好。这个诗篇37篇这段圣经是我嘛足意爱段圣经伊讲你着倚靠耶和华来行好，踮伫地面上用信息做美娘，搁着爱掠耶和华做欢喜。伊着将你心内所求的赏赐予你，着将你的代志交代耶和华，我可以，伊要来成就，伊要互你的公义若更发出，互你的光明若像日中昼，你着爱点点我可耶和华耐心来听候伊，毋通因为迄个道路通达的，甲迄个做歹成就的人心怀不平，你着爱停止生气，爱离开这个怨恨毋通心怀不平，毋通做歹，因为做歹一定会受监督，独独听候耶和华要承接土地，也阁有点仔久，歹人要归你无，你着爱细腻来查看，讲伊大的所在是毋是归你无？但是谦卑的人要来承受土地，谦卑的人要来承受土地。上帝要用丰盛的平安来赏赐伊，互伊会当享受一款的快乐。兄弟姊妹，诗篇37篇这段话是足宝贝。谦卑的人要承接土地，做歹的人要受监督。有时咱看世间人，那像行通做歹，哇不得了。但是有可能是一点仔久尔。咱若看最近新闻，我看报，我无了解足详细，但是对于这个香港、澳门甲这个柬埔寨，有安尼去开迄旅馆足大但是迄是甲咧卖毒的，甲咧做歹的，这咧洗钱的，拢同有关的。这看的那个是真请呀，但是去用掠到的时阵，伊就归你无，伊就去人仔内去食了迄个无钱饭，可能点仔久的时间足请呀，赚足侪钱，足奢华，足宴乐，但是圣经讲这是点仔久尔。一点仔久，这个歹人就归你无，所以咱毋通看到歹的事，咱就无爱行好感觉讲我好心互人，互雷心种种，咱就欢喜去祝福别人，欢喜行好，这就是咱应该做的。
咱若安尼做，咱就甲世间人无共款。相信上帝的确要祝福你，上帝要将平安的福禄赏赐予你。你要搁伫这世间人的面前做好的干净。你若愿意祈祷，这个祈祷就会当紧紧来得到成就。第三，咱爱学习甲人和睦的生活，因为主要所讲，咱得甲上帝和好，因为耶稣咱甲上帝和好，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当然伊无了有罪做无罪，但是咱是一个罪人，毋过感谢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功劳，已经互咱甲伊恢复迄个和好的关系，互咱会当恢复做伊囝儿的命运。兄弟姊妹，咱今日要甲主做到，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保护来洗清咱，伊担咱的罪，互咱会甲上帝好。所以，当咱咧想到耶稣的十字架的时候，咱就想讲，顶伫十字架顶迄个人，毋是干那耶稣，迄个就是你甲我。我甲伊同顶伫十字架，甲伊同死，甲伊同过我。感谢主，咱一切罪责，因为这个十字架，咱已经拢完全拢无去，咱会当甲上帝和好，所以咱会当得到这款的稳定，甲上帝和好。当然，保罗嘛是爱咱，就是我那甲人和好。若会当甲人和，咱就尽力甲人和。马太福音5章第9节讲，互人和睦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称作上帝囝。做上帝囝哩，咱就是会当甲人和好。诗篇头拄仔读的37章37节，讲你着爱去详细去，你着斟酌去查看卖啊。迄个完全的人，迄个正直的人，迄个和平的人，伊有好的结局。迄个正直的人，迄个和平的人，迄个完全的人，伊有好的结局。但是箴言12章20节讲，迄个做歹的，心存诡诈的，当然伊无好的结局。独迄个可能和好的，伊会当得到大的喜乐。所以头拄仔牧师讲到，要解决这个世界，就是爱有顶头的智慧。雅各书3章18节讲，互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当咱会当互人和平，咱就会当享受平安，咱就会当得到上帝的祝福。有人咧问讲，咱伫世间会拄到真侪对敌，切是免爱甲伊和睦啦，要甲伊和好。马太福音10章36节讲，人的对敌就是家己厝内人，连家己的厝内人都会对敌，何况讲这个外口竞争非常激烈的这个社会，这个社会充满竞争你无想要甲人做对敌哦，别人嘛会甲你做对敌，你免来面对这个对敌。感谢主，今日咱读的圣经上落尾保罗伫这个罗马书12章19节到21节，这段话我相信会诚做足侪人的帮助。伊讲：亲爱兄弟，毋通为着家己伸冤，你着宁可让步互主单互教主的这个生气，因为经年安尼记载讲，伸冤在我，我要报应。所以你的对敌若要着互伊食，喙焦着互伊啉，因为安尼行就是一种迄个烈烈的火炭揢伫伊的肩头顶。你毋通用歹来赢好，反倒转来用好来赢歹。伸冤在伫上帝，所以咱毋通讲这个对敌要的时候，我无爱互你食。圣经讲我互你食，毋是这个对敌喙焦的时候，我无爱互你啉，反倒转讲我互你啉。咱咧行若甲世间人无共款的，咱用好去报歹，反倒转会当解除这个歹。甲这个烈烈的火炭啦，伫人的肩头顶，你看是安怎的？哇！迄位面顶烧落去迄念喙都会呛烟啦，所以上帝讲，你若对敌
要食你就互伊食，药你就互伊啉哦。安尼那个热热的火炭摕伫伊的肩头顶，迄个痛苦是袂当讲的啊！迄个心肝要啉到伊的身躯顶，所以咱毋通用歹报歹，啊用好赢过歹啊！将咱的对敌有时交伫上帝的手，互上帝家己做工，互上帝家己引带，毋是用人的方法要去达到咱想要达到目的。兄弟姊妹，咱今日要甲主这道，望咱对上帝话变来学习祝福别人的生活，学习会当行好的生活，学习会当甲人好好的生活。咱得救毋是靠咱的所行所做，是单单我靠主的恩典，为圣神的帮助，互咱会当领受上帝伊的慈爱，领受主耶稣伊的恩典这个改变是对伫上帝的怜悯，毋是出了我家己，照人家己要改变，我也无法度。所以咱看到这个世间的人，也毋认捌主的人，因所表现的无啥物奇怪，无啥物奇怪。假使咱也无主的怜悯，可能咱甲伊同款，甚至佫比伊较歹。所以咱若面对着感觉这人该安尼的时，咱就爱无因为安尼来灰心来累积，反倒等咱就要够耐性，够学习免来去祝福，学习免来去甲人和睦。十一月初二暗时伫汉神有一个汉内有一个迄个经生团契40周年感恩的餐会。当然，这个餐会就是咧见证足侪遐原来生命看来是无可能的人，但是因为听到耶稣的教示这个福音的观念伫伊的身躯顶，互因带来生命的改变，所以有真侪人伊欢喜为主做见证伫人袂话，伫凡事拢话老人伫基督内面旧的代志已经过去，拢变成新。感谢主，求主帮助咱甲主坐道的时，咱会当凡事我靠主，成做新创造的人，靠圣神的帮助，也会当活出有见证的基督徒的生活。咱三甲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多谢你，互阮伫圣餐的主日，阮要甲你坐道。主啊，阮多谢你，互阮会当透过主耶稣基督救赎恩典，会当成做天父上帝的宝贝囝儿，互阮甲天父上帝和好，阮嘛会当甲家己和好，甲人和好，甲万物和好。这个世间，阮是安怎着爱传福音？因为足侪人也阁毋捌你，足侪人袂当甲你和。直到因常常用伊互撒旦魔鬼欺骗，互撒旦魔鬼做工，互环境捆绑，互做即个关系来掌握因，直到因所表现出来，毋若袂当祝福别人，毋若袂别人甲人和好，毋通袂当行好，反倒当有时常常听到怜悯人的话、咒诅人的话，甚至会感受到足侪人。拢是行歹的代志，无咧顾虑别人，甚至带来整个世界充满侪艰苦。主啊，阮知影，阮毋是比别人较好，比别人较高，是出自你的恩典，互阮会当真正会当掠做你的囝儿做福气，佫会当活出你的我的生活来荣耀你。主啊，阮要甲你坐道，求你。甲阮同在，也祝福阮，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咱要来念迄个圣诗咱要甲主这道，这首355首
真水的一首圣餐的诗歌，请咱坐吟就好了哈。专心来听你的话，掌我绵绵主的灵在，激动心灵的栽培，地高圣经信用告诉，你我心爱最模范。同会即兴言下，听的生命到回团，将我的爱变加言路，献给生活最坚强，这我自己天涯何不穷困所在求和平，基督给你赐我家系，我的生命的完汉，我万看见主的眼笑，你救赎的世界。主的全心在我要强，其他人体来运用，听的生命的真欢颜，受欢喜你世上有，这都叫我不可捆绑。破坏人类的和平，渴望家人天在行动，我的耳朵眼不听。兄弟姊妹，欢迎咱会当来坐主的道。咱甲主坐道的时，请咱来听主耶稣基督对规养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所听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表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收，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祝谢来背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食了啊旁边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这个时阵，咱照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来祝谢，咱伫伊的名大声来感谢父上帝，三角来祈祷。主耶稣，我现在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这事。我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我，也圣别者会摆伫你的面前，所享受阮的饼甲杯，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恩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有恩典的帮衬，为人成做阮属灵的朋友，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阮的所行所做，拢会当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有人袂迄暝有摕饼祝谢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今日来纪念我，请咱的长老来旁边。
而且咱吃到这个饼时，咱就主献上咱的感谢，感谢主十字架功劳临到我这个同罪人，互我的罪得到赦免，伊会保卫洗清我的罪，互我会当来到阿爸爸面前，会当甲伊亲近，阁会当食做伊所疼所欢喜的囝儿。主讲恁囡仔着无担的，着就问我要互恁安息。我就是活命的饼，就问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问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人，我要入去就问伊，来甲伊食。伊也到我遮，而且嘛有人，若有领洗礼，诚做陪餐会员，拢欢迎来享受主的圣餐。提起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你，为着我拍破的。咱这的是着今日来纪念伊，参加来领受。食了，主耶稣也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咱请咱的长老来旁杯。感谢主的恩典，互咱会当借着这个圣餐礼拜，也会当变做咱的行动，互咱有圣洁的生活为做见证。咱会当奉切出去的时，用主的疼来疼人，用主的恩典来分享给人，用主互咱的福气来祝福别人。咱会当，互冲突的所在有和平，互黑暗的所在有光明。求主耶稣，互咱看到这个充满罪恶的世间，咱爱学习赦免，唔通怨叹。当咱甲主坐倒，咱相信主的胜利要达为传。主就是疼。听的胜利要达为传。
摕去啉，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设立的新约。咱啉的时，就爱今日来纪念伊，咱三个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个彼得，咱三个来祈祷。愿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的食物。搁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的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主，阮的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率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待以后会当荣耀你。互阮的所行所做，拢会当祝福别人，互别人来明白你，互别人来归应你，互这个世界成做你的国。愿安尼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要来请咱的长老来收圣餐的奉献。感谢上帝，互咱透过主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的功劳，互咱做上帝的囝儿，互咱会当透过这个圣餐来领受伊互咱的恩典。这请咱起立，咱来做圣餐奉献的感谢。慈悲疼痛的上帝，感谢你，互阮会当来甲你坐道，互阮会当主耶稣坐道。主啊，阮甲你坐道的时，阮就感谢主你十字架救恩到伫阮，互阮甲你和好，互阮会当明白你的真理，互阮有圣神的帮衬，互阮当活出你要活出的款式，互阮会当甲世间人无相像，搁互阮会当更较知影，这个世间人需要你的救恩。主啊，阮就爱搁去邀请搁较侪人来明白你，来归应你，会当甲阮三甲来坐道。主啊，阮多谢你，互阮那个像咧学习将来伫天顶。迄个永远上帝你的国度内面，安怎伫遐参加迄个羊羔的宴席？主啊，阮感谢你，互阮得到恩典。搁一遍透过你的话，透过这个圣礼典来坚固阮的信心，互阮会当活出有见证的生活来荣耀你。主，阮为着你的恩典，阮奉献金钱，诚做你圣工的路用。求你感纳圣化，也加倍祝福你的百姓。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祝福查恳，圣诗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
听大牧师。带领人平安去。愿平安的上帝，就是捌伫永远的约的会，对死人中带羊群的大牧者，咱的主耶稣搁起来，互恁伫当好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搁对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行代志，通伫伊的面前得到伊的欢喜，愿荣光归伫伊，代代无煞。阿门。请坐，列岛避会。